云林口湖乡举办产业嘉年华，推广在地美食甲美景。口湖乡的特色物产真侪，嘛有真侪好耍的所在。为了结合在地产业和观光，口湖乡公所举办今年的产业嘉年华活动。 带小朋友来参加一些文革 DIY 的体验，还有独木舟的体验。那待会就是有美食区，我们想说都走走逛逛，然后都体验一下。现场安排风花水上活动，让民众报名体验。除了欣赏风景的观光船，嘛有即马流行的 SUP， 还有独木舟，让大家用无同的角度来感受口湖的水。 今年真特别，是阮引进这个 SUP， 就是这个立式划桨，以及独木舟，当互大家伫水面上来增加做这个运动，增加的活动。欢迎民众来到口湖，做伙食在地、生在地，改变对口湖的印象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